到 part B 咯喎，咁咧就要大家去揾翻啦。如果係2加 x 負5次除以 e to the power 4x 嘅話，嗰個 x 二次項嘅係數係幾多？咁我哋要知道啦，其實2加 x 除以5次除翻 e 嘅4x 次啦，其實就會係2加 x 嘅5次再乘翻 e to the power 負 4x， 咁即係2加 x 嘅5次啦，再乘翻頭先我哋 part A 計過嘅1減 4x 再加 8x 二次再加點點點。咁所以我哋應該對住前面嗰個咧，我哋會考慮翻就係將呢一項咧都 expand 至 x 二次項咁樣嘅。咁所以你應該會計到就會係2嘅5次啦，再加翻5c1，再乘翻2嘅4次 x， 再加5c2， 2嘅3次 x 嘅2次，再加點點點。咁咧就乘翻呢一個嘅頭先計過嘅1減 4x 再加 8x 二次啦。再加點點點。咁所以我哋會諗翻點樣砌到個二次方出嚟咧？咁我哋會有數字項乘二次項，一次項乘一次項，二次項就乘翻常數項咁樣嘅。咁所以我哋會知道啦，嗰個嘅所求嘅 coefficient 咧，咁就應該會係2嘅5次乘翻8，再加5c1， 2嘅4次咧就乘翻-4。再加翻5c2， 2嘅3次乘翻1啦。咁你撳一撳機，咁啊2嘅5次乘8，再加5乘2嘅4次乘-4，再加5c2乘以2嘅3次。咁你最後計到答案應該係16嚟嘅。咁呢個就係part B嘅做法啦。